接下来要来读中读圣经，有2位的圣经。头一位是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摩西的出世。有一个利未族的人，甲伊同族的一个查某人结婚，生了一个囝。伊看见这个婴仔是遐尼清秀，就甲伊宠了3个月。到伊实在宠袂掉这个囡仔的时阵，伊就摕蒲草编了一个篮仔，抹着淡仔胶甲碧油，互水渗袂入去。搁再甲囡仔放伫篮仔内面，然后甲篮仔藏伫河边的芦苇丛内面。这个囡仔的阿姊远远踮遐徛伫，要看有啥物代志会发生。国王的查某囝来到河边洗浴，伊的宫女看到河边，伊咧宫女伫河边散步，突然间看见芦苇丛中间有一个篮仔，就叫侍候伊的宫女去摕过来。公主拍开篮仔，看见有一个查甫婴仔在哭，就可怜伊讲，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儿。迄个时候，婴儿的阿姊就行出来，对公主讲：“请问，爱我去找一个希伯来人妇人人来做伊的女母啊无？”公主就讲：“好啊。”迄个查某囡仔就去叫婴儿的老母来。公主就对妇人人讲：“把这个婴儿带倒转去，摕我来养饲伊，我会互你工钱。”对安尼，迄个妇人人就把婴儿接倒转去，抚养伊。这个囡仔长大了后，伊把伊带到公主的面前，公主正式来收养伊做家己的囝。公主伊讲：“我对水内面把伊救出来，就叫伊做摩西吧。”第2位的圣经伫希伯来书11章23节，现代的中文译本350页，台语汉语版259页。希伯来书11章23节，借着信心，摩西出世了后，伊的爸母看见婴儿清秀，就甲伊宠了3个月，因毋惊王的命令。以上的圣经愿上帝祝福伊所要启示咱的话，互听到的人都得到帮助。今仔日咱真欢喜，咱本堂的蔡牧师要来分享上帝信息。今仔日的题目是满有信心的听，满有信心的听。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母亲节，愿在座做人母亲的，拢永远快乐。拢得到上帝的帮助，互咱充满有信心的听。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的第2个部分是伫希伯来书的11章。其实咱若去看希伯来书的11章，记载旧约真侪有信心伟大的人物。这人的信心拢是值得咱学习的。其中大概咱若详细起来算，大概有10几位，其中有3位是妇人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某撒拉、甲拉哈以及摩西的老母，这些人拢是被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咱要对今日特别要对摩西的老母来学习信心的功课。牧师首先大家问一个问题圣经考试就是摩西的老母叫啥物名？你敢知？可能知影无济啦，圣经中间有2位出现摩西老母的名，但是咱拄则所读的2位拢无。摩西老母到底是叫做啥物名？其实伊叫做约基别，约基别。但是我咧一直咧想啦，我相信大多数的信徒拢知影摩西，但是毋知伊的老母叫啥物名。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老母拢无一定爱人记得伊名，但是拢望讲会当记得伊的囝的名。因为比如讲有时阵人咧介绍我的2个囡仔介绍我的2个囡仔的时阵，拢会讲这是蔡正德牧师的囝，
对无？我看阮两个囡仔敢无啥欢喜吼，感觉我比伊较出名，伊无啥欢喜啊。但是若有一天吼，人来介绍我的时阵讲这是蔡木星甲蔡木奇的老爸，我会感觉做荣光呢。讲我做因的老爸，感觉足好，做荣光吼。所以做老母、做老爸人拢相共，咱拢毋茫讲咱的囝比咱较出名。所以虽然无真侪人知影摩西的老母叫啥物名，但总是伊有一个真出名的囝，我相信伊会得到足大的安慰。约基别伊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伊的荣耀，确实伊这个名对伊来讲是当之无愧哈。所以咱今日要对圣经来查考，到底约基别有啥物款的特别？虽然圣经记载伊的所在无真济。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伊当作一个信心的典范，甲亚伯拉罕、甲摩西、甲拿阿这信心的伟大人物拢放做伙，所以咱要对这个老母信上来学习一寡特别的功课。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帮助。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会当互阮拍开信心的目睭，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学习这款的功课，互阮的生命更加进步。主，这是阮要静静听候，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拢知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出埃及这个事件是上界重要，是上界当表现出上帝拯救大权能的历史事件。咱伫出埃及这个事件中间，看见上帝安怎用伊全能的手来引带伊的百姓，对迄个受苦伫痛苦中间，行出一条被拯救的活路。虽然咱知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摩西，但是咱看见着摩西伫成长的过程中间，特别伫伊细汉的时阵，影响伊上界大的拢是女性，特别是伊的老母。咱要用心来看这个拯救的事件是安怎发生的。如果咱若看圣经，对创世纪开始来看到创世纪的落尾，咱知影。以色列人因为约瑟的缘故，所以全部拢迁徙去埃及。照圣经的记载，因迁徙到埃及了，因就伫遐发展定居，而且人口增加真紧，人搁济搁强，遍及埃及的全境。但是后来有一个新的埃及的王登基，伊对约瑟的代志一点仔也无了解，毋知约瑟是对伊个国家有真大的贡献，所以伊看见着伊百姓中间有一群人，这群人因的生活方式甲埃及人无共款，而且这群人人口增加真济，佮真强盛，伊就开始烦恼，讲这个外族的人伫咱的国家发展了遐好，那万一有一天外国要来攻打埃及，这群人若甲外国的这对顶交结，安尼内外安尼互相交结了，一定埃及会受足大影响，所以伊就开始要想法度来设法压迫因，而且要阻止因人口的增加，所以伊就开始用真侪政策歹款待以色列人，命令以色列人做苦工，互因真痛苦，而且伊也下令爱将希伯来就是以色列人因生的这囡仔。查甫的查某会当保存落来，查甫的全部拢来杀死。伊叫两个这产婆来，但讲你若咧替这希伯来妇人人接生的时阵那生出来是查甫，你就来用死。若女的你较来留落来，用安尼要来控制以色列人的人口。但是这两位产婆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因无要听从这个法老的命令，因找一个借口讲。因为希伯来的妇人人，无亲像埃及的妇人人同款，因是真勇所以因若袂赶到进前，因拢生出来，所以因无机会
杀死这查某囡仔。但是圣经中间是讲，因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因唔惊法老的命令。后来，但是这款的情形法老有更加残酷的作为，伊的迫害的化暗为明，所以伊就下一个命令，爱命令这个国内所有希伯来人生的查某囡仔，拢爱等到尼罗河内底来饮食，只有准查某囡仔活的。所以摩西就是伫这款的背景下面来出世。其实咱来想啊，这是一个真残酷的代志，是时代的悲剧啊。那咱伫迄个时代，咱做一个做母亲来做爸母的人，咱拢有感觉真大的压力啊。因为无一个爸母甘愿将家己亲生的囝来弃散嘛。就正常的爸母，拢是真疼惜家己的囡仔嘛。所以，当爸母接受到这款的命令，心中一定足大的挣扎。法老命令，而且法老咱来明白，法老的命令是迄个时阵王权的时代，伊的命令是毋是清清楚楚讲，就是要真正去执行的。你若将这个囡仔保存落来、安含落来，有可能毋是这个囡仔受掠着毋是可能毋是干那这个囡仔受伤害，全家拢爱受伤害。所以对爸母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挣扎，到底要将这个囡仔来单掉，还是要保存落来，冒着家庭被伤害的危险？但是咱看见到摩西的老爸老母有真丰盛的疼，虽然法老有严苛的规定，但是伊甘愿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也是将家己的囝稳重落来。所以伫遮咱看见到。这个满有信心的疼惜，会带来真大的力量，甚至对抗真大的强势的这个困难。所以咱看见到约基别甲伊的先生有丰盛的疼，虽然法老的规定真严格，而且一定要执行，伊甘愿冒着风险，也是将摩西来稳重落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因为信心啦。所以摩西出世了，伊的爸母看见这囡仔清秀俊美，就将伊稳重3个月，因唔惊王的命令。这款满有信心的条就是唔惊外在的压力甲困难。当然有人看这段圣经在老我讲牧师啊，好佳在摩西生到俊美啦，若万一生了较歹安尼这些可能影响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就改变。其实你也知影，每一个老母看家己的囝拢是俊美啦。我记真阮无顺了要生阮大汉查某囝木星，迄个时阵因为阮无顺了人较细汉对无，木星佫足大汉，足大只所以生的时阵生无啥出来，去病院煮迄个催生的时煮24点钟也生袂出来。所以医生就建议讲，无安尼用手术的方式，来接生出来。我迄时我第一遍要做老爸，我一方面是真欢喜，一方面佫真紧张啦。迄护士小姐叫我签迄个手术的同意书叫我写剖腹产3字，我写毋着2字啊。迄时阵算咱字名哪写？叫开始要入去手术，无偌久就囡仔就抱出来。抱着时我欢喜，囡仔翕一张相然后我就赶快拍电话叫教会牧师来替阮祈祷过无偌久，迄囡仔拢爱囥伫迄个育婴室遐嘛所以拢爱有一个时间架迄个玻璃窗去看这囡仔。我一看就知影迄阮查某囝，因为太水了，安尼碰皮，有够生活，看了偌欢喜的。所以咱拢知影每一个老爸老母无论安怎看伊的查某囝，看伊的囝，拢是遐尼水啦。所以无需要大家知影，毋是因为摩西生了水啦，是每一个有疼的爸母，看伊的囝拢是遐尼水。所以因为这款的疼，这款的责任，因产生一种责任感，所以因就烦恼这个囡仔会失去生命。所以因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将伊稳重起来。因毋惊王的命令，这就是疼的困难。
所以咱要注意讲，疼会当带来真大的溃烂，无论外邪恶、外大反对的溃烂，有够野的疼，拢会当抵抗。有一个报道家叫做葛培里，伊讲地狱内底的魔鬼搁较济，也无法度夺走一个母亲颔棍来讲怀抱中间的囡仔，因为母亲所带来溃烂，迄种疼的溃烂是非常非常大，会当互一个软弱的人变成做一个坚强的人。其实我咧看我的老母就是安尼。我的老母伫我9岁时就长歌，我搁两个小妹，一个6岁，一个4岁。咱今仔看真侪家庭咧饲一个囡仔，就感觉足困难的。但是我的老母家己一个人，无真侪人来帮咱下面，伊将阮3个囡仔养起大汉。我常常咧想讲吼，老母看遐尼伟大，伊伫阮的面头前拢是喜乐快乐，但是我知影伊心中承担真侪的重担。我捌有几若遍暗时起来的时阵，经过我老母的房间，我听伊伫内底咧哭。我真清楚讲，一个人爱承担遐尼大的艰苦甲困境，才能将3个囡仔安尼养起来。但是因伫我的面前是拢是充满了喜乐，互阮鼓励，互阮疼惜。拄则大长咧祈祷的时阵，有讲到，爸母拢将上较好的，互咱的囡仔。其实就是安尼啊。我细汉的时阵，拢老准阮老母无爱食鸡腿，所以买一只鸡2只腿，阮兜有4个人要分。当然我食一支嘛，因为我大囝嘛。啊，搁另外一支要哪？占一半，阮小妹一人一半，因为老母袂爱食鸡腿。若有迄个好料的，老母拢无爱食。到大汉，较知影讲，原来老母就是疼囝嘛，所以伊上较爱食的物件，伊就甘愿留互囡仔食。那是老母的疼。所以只有即款对上帝来的迄款的疼，人上帝互咱的天性迄款的疼，会当带来真大真大的快乐，会当带互囡仔真大真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起着摩西的老母有即款充满信心、满有信心的疼，为摩西带来偌尼大的祝福。咱看伊稳重摩西3个月，这3个月中间，即家人一定是规日拢提心吊胆。囡仔会当藏起来，但是这风声一定泄露出去嘛。特别是法老的命令，一定有真侪执行者的法老命令的官员，一定四界去探听。3个月了后，可能囡仔的哭声哪来哪大，无法度搁再暗藏。所以约基别伊需要后一步的决定，为着要保护囡仔，伊爱有一个正确的行动。咱看起来，伊选择将囡仔交伫上帝的手中。咱今仔看起来，改成伊交互命运啦。但是我确信，因为伊的信心，伊交互上帝，伊就准备一个蒲草所做的箱仔，将这囡仔放伫内底，然后佮真细腻将用这个点仔加一寡沥青柏油来糊好势，要保护这个囡仔，然后将这个箱仔放伫河边的芦苇中间。接下来咱看见着一个人仰望上帝了，上帝安怎去款待这个人？上帝插手伫历史中间。咱如果对第5节一直看第9节，咱发现讲每一项发生的代志，拢是遐尼拄好。伊将这个箱仔放伫迄芦苇中间，拄啊好，法老的查某囝来河边洗身躯，佮拄啊好，伊会当发现这个蒲草的箱仔，佮拍开起来，伊佮怜悯这个囡仔，看这个囡仔真水，佮怜悯伊。所以这一切拢伫上帝安排下面，甚至上帝超越过因所求所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伫咱生命中间，敢有即款的经历？当咱用信心仰望上帝，专心交托信靠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伫咱的生命中间动工。咱在座有真侪人做人父母的，咱咧幼稚囡仔的过程中间，咱心中嘛充满真侪烦恼甲挫折。但是咱来学习一件代志，将即个囡仔交互上帝，因为伊是上帝的。咱会当为这囡仔做的是有限，但是上帝会当带予伊一生的祝福。咱会当陪伴这个囡仔的时间是有限，但是如果咱也将上帝介绍予伊，予伊会当一生信靠上帝，伫上帝的掌管内面，会为伊带来真大的祝福。所以咱来学习就是讲，咱咧养育囡仔的过程中间，咱毋免烦恼，就是将咱的囡仔完全交予上帝。咱看上帝伫即个囡仔的内底安怎成就伊的稳定。但是咱看见着这个故事继续安尼发展，当公主拍开篮，看见着一个查某囡仔咧哭，伊嘛明白啊，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查某囝，查某囝。照理讲吼，公主应该当将伊等落泥炉河内底互淹死，但是这个公主可能无认同伊老爸的看法，伊心中怜悯这个囝，所以伊就打算要收留伊。这个时阵吼，摩西的阿姐米利亚伫边仔看，就赶紧出来，伊就对这公主讲：“敢有要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人来做伊的女母？”公主就对伊就讲好啊，伊就带伊的老母去。你看上帝这样美好的安排，因为公主就对讲：“这囡仔你带去替我饲伊，我会互你工钱。”原本的这个囡仔是要无命的，但是伫上帝美妙的安排下面，约基别会当家己饲伊，还有别人来支付工钱。所以一切拢是上帝真美好的安排。但是咱看见着约瑟伯真认真来教育伊。虽然咱毋知伊抚养这个摩西有偌久的时间，但圣经中讲，这个囡仔渐渐大汉，伊才将伊带回去给公主。咱会当推测这段日子中间约基别一定是真用心教育摩西，将伊家己的民族文化教示摩西了解。所以因为咱知影摩西长大了，伊家己知影伊家己是希伯来人，所以伊看见伊的同胞受委屈，伊就保护伊的同胞。是不是到落尾，上帝呼召伊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伊也顺服。所以伊对伊的国家，伊对伊的民族有真大的认同。这是来自摩西的老母对伊的影响。所以老母对囡仔的教育是非常重要。毋是简单养饲咱的细囝，也爱教导伊。箴言22章第6节讲：教是囡仔，互伊行伫应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伊也无偏离。昨昏咱拢有参加领袖营，王宗尧牧师人讲，伊提起着讲，犹太人因用因生活中间的真侪机会，特别是节期的机会，咧教示因的细囝认捌因的国家的传统。因国家的传统就是上帝的恩典嘛，上帝带领因祖先的历史嘛，所以因伫无共款的节期，因会讲无共款因国家的故事，互因的囡仔知影。透过这款的教育，互因囡仔认捌上帝。就是讲，因安排真好的环境，互因的细囝伫这个好的环境顶面长大。咱来反省咱家己。咱父母若爱尽咱的本分，咱将咱的细囝交予上帝，但是咱爱尽咱的本分，就是做一个好的环境，互伊伫一个好的环境顶面会当来成长。所以有上帝美好的安排，人嘛爱尽本分。摩西的老母就是伫上帝美好安排下面，尽家己做母亲的责任，才通完成上帝的计划。所以我期待大家爱明白。咱的细囝，就是伫咱的身上学习真济人生的道理，包含信仰的代志。你安怎敬拜，你的囡仔就安怎去敬拜上帝；
你伫家庭中间安怎实践上帝教训，你的囡仔就是安尼咧学习信仰。所以咱咧做的每一件代志，咱的囡仔拢在学习，对安尼产生影响。所以咱要用咱的生命，尽咱的责任，帮助咱的细囝建立好的信仰甲品格，互伊伫人生的道路顶面领受祝福。这是牧师所期待。如果咱若愿意安尼做，咱就会带来为咱的细囝带来无限的愿望。这叫所读的经文讲，因为信心，所以摩西出世了，伊的爸母看见这个囡仔俊美，就将伊稳重3个月，伊毋惊王的命令。咱看见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咧讲起摩西的老爸老母因的信心。咱发现讲，如果一个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人，伊的疼会带来更较大的力量。当然，咱知影摩西的老母，伊无清楚讲这个囡仔将来会安怎，伊无法度预测讲伊的囝会安怎。但是伊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伊尽伊所会当做的，尽可能为这个囡仔争取生存的机会，尽力保护伊。也因为安尼，伊毋干那保护着伊的细囝，互伊成长长大，伊也祝福一切人这个民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看见着真侪母亲有真侪疼，但是无一定对上帝有信心。但是如果若疼，佮加上对上帝的信心，一定产生真大的力量。有真侪做爸母的，有真侪疼，但是伊却是照家己的方式去疼囡仔，照家己的期待去疼囡仔。虽然袂当讲安尼是毋对，但是往往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互囡仔甲爸母拢产生真大的压力。咱来会记一点，上帝将这个细囝放伫咱的手中，其实因拢有真侪可能性。伫养育囡仔的过程中间，咱会慢慢发现，上帝因带是我尔美好。咱就爱去配合，用咱的信心，用咱的品格去栽培咱的囡仔，互因领受极大的祝福。将来这个细囝也会当带互真侪人真大的祝福。我捌看过一个人的传记，这个囡仔，伊是生长伫一个普通的家庭，伊的老母是出身伫一个传教士的家庭。这囡仔因为细汉的时阵身体真懒，所以一直到8岁时才去好好读册。伊只去好好读3个月，老师就来伊的老母讲吼，你要接受一个事实，你的囡仔是一个智能有问题的囡仔，学校无法度教育伊，因为我伫课堂中间教数学，我来教2加2等于4，全班人一时拢学会晓，恁囝就一直问讲为什么2加2等于4，为什么毋是5？所以你的囡仔有问题，我无法度教。如果咱若听到即款的话，咱一定感觉真失望嘛。但是即个囡仔的老母，伊知影讲，即个囡仔真特别，而且伊对上帝有信心。伊感觉讲，可能一般传统的教育无法度帮助伊的囝，所以伊就伫厝内底家己教即个囡仔，伊无放弃，真用心来教导伊。后来即个囡仔成长了，变做世界的发明大王，就是爱迪生。我咧看爱迪生的传记，有时阵会想一个问题：到底是爱迪生较伟大，还是伊的老母较伟大？若无伊的老母，无可能有伊。像是我嘛来反省我的生命，我常常咧想讲，今仔假使我伫教会内底服侍，会当带互咱的兄弟姊妹一点点仔祝福。其实爱真感谢我的老母，因为我的老母伫真困难的下底，对阮这囡仔无放弃，真用心用伊的生命来照顾阮。伊一生无求家己的享福，只是愿望伊的囝会当成长，只是愿望伊的囝会当幸福。所以我受到我的母亲真大的祝福。我时常也怀抱着我的母亲对我的期待，愿望会当做一寡代志来荣光上帝，来祝福其他的人。
所以咱伫即个母亲节即个时期，咱更加应该来反省。每一个做老爸老母的，咱反省咱安怎帮助这囡仔去完成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每一个做囝儿的，也爱伫即个时间，好好来感谢上帝，感谢父母，感谢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安排的一切。所以这时阵，牧师有一个期待，我着大家祈祷祝福进前。牧师一个期待吼，咱敢会当请所有的咱做人的囝儿、查某囝，你若找着你的老爸老母的吼，拢起来揽一个，来讲爸爸妈妈我爱你吼。咱这个时阵会当做这个行动吼，咱即马开始吼，表达咱心中的敬意、感谢。有的囡仔无伫身躯边啊，先生有来让代替囡仔啦，吼，先生有来让代替囡仔。感谢主吼。若拄好爸母无伫咱的身边吼，今仔转去了吼，一定要拍电话，也是讲实际起来探访吼，表达咱心中的感谢。互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过程中间，你安排真侪阮生命中间的天使，请做阮的帮衬。特别是阮的爸爸妈妈，因为因的疼，阮得到真大的稳定甲祝福。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我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在座所有做人父母的，拢满有信心的听，也领受主大的稳定。阮在座所有的囝儿、做人囝儿的，拢会当有感谢的心来回应父母对阮的听。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透过今日的敬拜，领受大的稳定。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